歡迎嚟到微波爐視頻，今日教大家整呢個低卡雞肉豆腐井飯。首先呢，就準備呢個雞胸肉啦、嫩豆腐啦、煮熟嘅米飯啦、青葱、蒜末、醬油、料酒同埋食用油、胡椒粉、鹽、生薑、蔬菜，準備一啲雞肉、胡椒粉啦。首先呢，將一啲雞胸肉呢就切成小丁，用少許鹽、胡椒粉、生薑以及一啲酒呢醃製10分鐘呢。跟住呢，處理啲豆腐，將豆腐呢就切成小塊，用清水呢洗乾淨之後呢，以免影響口感嘅，喺平底鍋入邊呢，加熱1茶匙食用油，加入蒜末炒香，將醃好嘅雞肉丁放入鍋中炒至雞肉變色煮熟，將豆腐小丁放入鍋度輕輕翻動，避免豆腐碎掉。接着可以加入醬油，繼續翻炒約2到3分鐘，讓豆腐吸收醬汁嘅味道。如果你選擇添加蔬菜，可以喺嗰陣時呢放入鍋入邊，稍微翻炒後加入少許水，蓋上鍋呢燜煮2到3分鐘，蔬菜熟透，將煮熟嘅米飯盛入碗中，將雞肉、豆腐同埋蔬菜嘅混合物放喺米飯上面，最後切上砌好嘅青葱，根據個人口味調整鹽同埋胡椒粉嘅份量享用。大家記得點